南投县信义乡的高丽菜甲梅啊，拢真出名。若想要体验用信义乡农会所特制酱料做泡菜趣味，这个拜六会使去闹热一下。甲信义乡的高丽菜和酱料làm做伙，是乡亲来到信义乡一定要做的 DIY 体验和伴手礼。除了梅啊泡菜 DIY， 信义乡嘛第24号举办大雪新梅日。当天我们会采用我们的高丽菜来加上我们的农会特制的芝士酱，就是梅子的芝士酱，我们结合在一起，那个口味相当的搭配。另外，信义乡长嘛欢迎民众第24号暗时走回来参加布农族上盛大闹热的耶诞节。我们在24号在全国最大的部落罗纳部落也即将为我们全国最高的圣诞树来做点灯。24号伫梅啊万工场有各种体验，有食，阁有掠，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